大家好啊，我係海匯香港有限公司嘅 Joyce Lam。我哋公司嘅品牌 OT 喺2014年就已經創立。我喺2014年嘅時候去到雲南呢個好靚嘅地方旅行嘅時候，認識到我哋呢種嘅蕎麥茶，佢除咗有宜人嘅味道之外，亦都有豐富嘅營養嘅。所以呢，我就將佢帶嚟香港，隨後呢分享咗俾我身邊嘅朋友品嘗，將佢哋嘅三高、睡眠、肥胖問題都解決咗。自此呢，我就立心呢，要將更加多嘅健康帶俾更加多嘅人。秉持住分享同愛嘅理念呢，我哋就喺2014年呢創立咗 OT 呢個品牌，主要經營蕎麥茶同埋副產品嘅零售同埋批發，秉持純天然、冇添加、冇經過動物測試、非轉基因，為我哋嘅顧客提供優質嘅產品，推廣健康嘅生活文化作為宗旨嘅。我哋現時喺香港嘅 Sogo、千色店、裕華國貨同埋 HKTV Mall 都有作銷售嘅。嚟緊呢，會去內地同埋東南亞地區作銷售同埋發展。